甲骨释文第33集。甲骨文画的即字，就是即个动作有成败。即字就是台语讲的走，中文讲是跑。汉字真少形声字，慢慢咱就知影，即种的着现代造字，足包起来如何大步的指走呢？照字典的解说，即字跑用现代话讲是踢足球的意思。讲煞来走啊，还袂啦，拄开始尔就要走。即集来讲一个文法，头拄仔讲的来走，毋是讲走相约的走，即时阵讲的来走是讲要离开的意思，是一种动作意向的文法。像即种照字来表示动作的文法，台语、中文拢真常用。甲门拍开有即字拍，但是无关紧门啦，只是做开门的动作。拍招呼做招呼的动作，无拍人的意思。来去公园耍，来去的来是动作意象。写即字来往返的意思。撇免误会，也会使写即字。即字的本意是一个人行入山谷，就取即字的动作意象，前往下去的意思，读音落或者是落。有即字落就真好用啊！天落雨，叶仔落落来，有自由落体的实际现象的，就写即字落。动作意象的，就写即字落。落落去有动作意象的，安尼写嘛算合理啦。两种写法在你的介意。落落为着避免误会，就尽量分开写，甲车驶落交流道，食物食落腹肚，食饱摕落眠床。总是有动作意象的，就写即字，免啥物特殊文法的高级理论啦。顺续讲吼，即字就是摕，摕伫眠床就写即字摕，嘛免啥物母甲大粒汗、细粒汗去找文献啦。有动作意象即种观念，平地起高楼，慢点高楼平地起。即字起，咱就知影共款是动作意象，毋是起厝本身的动词，是吧？大楼拔地而起，是形容高耸的大楼，是吧？台语讲的起厝，就写动词的即字起。落雨落落来，即字阁会使读漏无？漏人来，安尼写哦。有啥物自由落体的现象无？无吧？无啥物自由落体的现象啦。漏人来就是联络人紧来啦，毋是去诱人啦，是联络啦。阁有近路手路菜，就是拿手好菜。即字路嘛有绕西的意思，绕空纸安尼写。免阁浪费时间，直接截图空虚字典。即字漏，价声漏，漏烧水安尼写，需要解说吗？价声变调是动声的四声，基础台语啦。漏中声漏，漏水中声变价声，基础台语啦。豆豆就是慢慢，豆豆仔漏，价声漏。豆豆仔漏，中声漏，基础台语，如此如意。阁有才有两字，灵雨，灵雨压残，你捌听过无？尾后来讲即字走，走的意思是直行。教育部讲走二遍的即字是动作缓慢的蛇，是毋是真无道理？爱写即字蛇啦，无啦。动作真蛇是即字啦，赖赖蛇教育部的版本，赖赖蛇咱安尼写，有人是读做加片音的烂烂蛇。另外即个拖着沙
会变拖拖拉拉的蛇无？当然毋是啦。拖沙写即字含蛇共意思的沙。换来看即字为何读爱？第23集咱有讲过，并理切，所以读爱。就是地，所以嘛会使讲是并地理切读地。上要吗？就是要爱无？即字爱，台语嘛读做知，要爱就是要知，无啥物特殊文法啦，就只是要啦，就即字知啦。你要治我偌济？安尼写怪怪。你要治我偌济？安尼写，例做毋是济啦，爱就是治。即字呢，嘛会使读偌、偌济、偌济，拢有人讲。偌济为何是写即字青分的偌呢？即字字形是将济将那省，那是疑问词，合起来意思就是对济少的无确定。偌济呢？疑问词的即字那白读音就是呢。多少呢？台语讲偌济呢？呢就是呢。换来讲即字在，即字有两个白音。我伫厝内，我伫食饭，在有这两个白音。你在哪里？就是你伫倒位。有需要写即字伫无？免啦，直接写你伫倒位。台语定讲的，我当伫食饭，嘛有人讲是我伫咧食饭，伫咧安尼写吗？伫咧食饭就写即字伫，刚才就是拄则。我伫咧食饭写即字，换一个拄则讲到的另一个读音，我拄咧食饭。搁换一个讲法，我当咧食饭。用着字，每一字就拢真简单啊，无啥物特殊文法啦。中文有即句简称地事，台语就讲关你啥物地代，代就是重要的意思，代人就是重要的人。事情台语讲代志，重要爱记录的就是代志。写三国志的字也可，三国爱记录的代志就是三国志。代志写即字好无？你认为呢？警察逮到贼仔，即字读逮，逮等于对，即字对的字形，将手将尾省，意思是抓住尾巴，所以就读逮，或者是跟在屁股后，所以读对。跟前跟后就是对前对后。有甲骨先生的解说，字典的高深文意，咱有机会看捌伊啊，是吧？逮、捕两字共字连词，过劳的过，正义的意思是右，是在，是腰，有可能无？莫插伊啦。台语的过，敢是特殊的存在，敢无义？用闽南语破解甲骨文，即字读过，第2集有介绍过。即字嘛读过，搁即字嘛读过，毋是无字，是有3字。下一集咱则搁来研究。最后来整理一下，这集讲到动作以上的几个字，算拢是少字啦。讲完来走，走毋是一形，是离开的意思。拍开的拍是单纯的做动作。继续讲落去，有即个类通写，天伫面床的天，起厝的起，漏烧水的漏，毋知为偌久进前就有即个漏啊。漏人来，漏空抓，就写手路财即个路。拉沙的沙和拖沙的沙是共意思。爱的另一个白音，
真简单，无任何特殊文法的用意。偌济的偌是疑问词。疑安怎写呢？即字呢是疑问词，伫底无用就是当底无用。事情闽南语讲代志，对前对后，对等于呆，逮捕就是逮着。另外有三字稿，咱后一集才来讲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